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关于房企的新闻比较多。首先是万科，昨天传出万科总裁祝久胜被公安机关带走。咱们今天也做了个节目，我看了一下，到现在为止万科也没有公告，目前万科还是保持一个沉默。我在想，这个就验证了祝久胜很有可能被公安机关带走，叫配合调查。理由比较简单，如果祝久胜没有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那么今天这么多媒体报道，那万科是一定要辟谣的，这必须的，这是信息披露里面要求的。那万科保持沉默，那就说明默认了祝久胜被公安机关带走，但是是属于配合调查，而且又不涉及万科，那他是可以不披露的，因为他没有限制自由，也不影响祝久胜在万科履职，也没有影响万科，所以说万科他可以保持沉默，他这个人也不能辟谣，因为确实被带走了，就回来了，你怎么辟谣啊？越描越黑，所以他只能保持沉默。那所以说万科保持沉默，就说明了祝久胜现在麻烦来了。而祝久胜他发了个朋友圈，他跟媒体记者通了一个话，也没有辟谣，他没有说这都是谣言，我好着，他没有，他发这个东西无非就是想告诉媒体，告诉外界我是自由的，也就是不影响他履职，也是这个原因。所以今天万科的债券反而反弹了，很多债券都弹了10%，也就是昨天跌20%的，今天弹10%，昨天跌10%的，今天弹了5%，就回了一半。但是万科的股价那今天是跌的还比较多，照这个趋势下去，很快就要创新低。总之万科的大门马上就要被敲开。那不光是万科，一直在业内被网友称之为躲过一劫的新城控股这个新城控股不是因祸得福吗？但是新浪财经房产频道今天报道，原来新城控股也缺钱，说最近新城控股事情还不少。新城近期公布了一则案例，其在苏州的子公司被合作方起诉，然后被判赔偿1.31亿元。前不久，新城控股2026年到期的美元债盘中出现巨大跌幅，创下了2个月以来最大跌幅。新城控股近期美债的波动跟公司的经营状况有密切关系。新城控股的总部一度被几百名农民工围困，直到达成了解决薪酬的协议，这些人才选择卷铺盖走人。不过新城控股项目上的欠薪问题还在继续发生。新城控股在乌鲁木齐的一个项目目前也拖欠了农民工的工资，还在持续关注中。还有包头东河吴越广场项目也因为拖欠工程款，导致大量农民工拿不到工资。这个项目工程交付已经1年，还有5000多万元没有支付，并且在前期支付的工程款里面有高达7500万元的公房，乙方单位接受的现金付款严重不足，所以无力支付农民工的工资。这个项目给乙方单位带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差不多有25%的亏损。乙方已经把新城控股诉至法院了，一审已经赢了，新城控股集团要承担连带责任。闹得最凶的还有一个四川宜宾的项目，宜宾的新城吴越广场目前拖欠了约200名农民工的工资，至今还没有解决掉。宜宾新城吴越广场是宜宾市2021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协议总投资45.5亿元，项目包含商业广场、住宅等综合开发。这个项目早在2021年6月就开工，然后中间因为诸多纠纷断断续续施工，直到2024年9月才竣工开业。这个项目中间还有一个重大的事件，新城曾经想清退原来的建筑公司，甚至涉嫌简单粗暴清场，但是被现场施工人员阻止。该新城项目的子公司与2家建筑公司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还开了好几次会，但是关于工程款的支付以及债权转让的问题现在都还处在纠纷的状态。正是因为这些纠纷导致了大量农民工之间拿不到工钱，现在前期施工的乙方公司已经把新城控股子公司给告了，提交了大量的证据等待法院裁决。什么意思啊？你看看这个新城控股也出了这么的麻烦。至于新城控股到底现在到什么程度，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以前说过，新城控股它就相当于万达广场的平替。万达广场它一般的在1线城市，有的1线城市有4、5个万达广场，2线城市一般都有。
但三线城市有的有，很多三线城市没有。那么三线城市像万达广场这样的业态，就是叫城市综合体这种地标性的建筑，那是谁？那就是吴越广场。无论是宜宾还是乌鲁木齐还是包头，这些地方都是吴越广场重点布局的地方，就是城市。那大家想一想，哪都搞不下去了，吴越广场会比万达好吗？或者说位于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万达广场，它先遭到了或者先感受到了寒意，这个寒意往下传递，是不是就要到三线、四线城市？那么三线、四线城市这个吴越广场是不是就受到影响？只不过它比万达广场稍微晚1年2年，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吴越广场出现资金的问题就不难理解，或者从侧面就反映这个含义不是不到，这含义是虽迟但到。新城控股恐怕2026年、2025年要经受考验了，这个也验证了这些房地产公司恐怕是无一幸免，无非就是先后的问题。我们再看看这个央企保利，大家还记得吧？我们说了，万科如果爆雷，那下一个就是保利，因为他们都是排着队的，第一批已经牺牲了，现在第二批完了就是第三批。保利1月17号发布公告预计2024年实现规模所有者的净利润50.16亿，同比减少58%。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主要源于房地产项目年内交付结转规模下降，相关利润指标同比下降，主要是源于房地产项目结转规模和结转毛利率下降，以及公司结合当前市场情况，拟对部分项目计提减值准备。我翻译一下给大家听一下，也就是保利2024年它的业绩预告一共是50亿，比2023年减少58%，也就是下降了60%。利润里面有一块是计提减值准备，还有一个就是毛利率下降，也就是毛利率下降是房价跌了，成本没变化，房价跌了，那不是毛利率下降。那2025年那保利恐怕就要亏损了。这个万科2024年好像预亏将近200亿，2025年这个保利恐怕还要继续计提减值，毛利率还进一步下降，他卖的房子还进一步下降，这房子越卖越少，但不可能越卖越多，所以这3个不利因素会导致2025年保利的业绩恐怕是负的，就是利润。那保利的现金流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不看它报表，当年碧桂园、融创爆雷之前，那账上都有1000多万、1000多亿的现金，恒大爆雷以前账上也有1000多亿的现金，怎么就爆雷了？所以可见它账上有多少钱，这个仅供参考。我们看什么？有媒体报道说，近日保利发展新增一条欠税公告，当前新发生的欠税余额2.96亿余元，欠税税种为土地增值税，税务机关为广州市税务局第3税务分局保利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欠税将近3个亿，这是什么原因呢？至少说明保利是不是现在资金周转也出了问题？要不然为什么要欠税呢？你看是不是房企都进入了多事之秋？以前新城控股、保利这些大家都认为还可以，但是2025年对这些房企来说恐怕都不太友好。还有一个龙湖，有媒体报道，这个新华保险持续接盘王健林名下资产，换种说法就是王健林继续甩卖万达广场，王健林继续旗下资产的出售计划，而新华保险也没有停下收购的脚步。1月17日，据天眼查披露的信息，近期宣城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和同龄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均出现了股东名单变化，新增股东昆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原股东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退出。这个昆华就是新华保险的一个资金运作的这么一个平台，这个新华保险狂买王健林手下的万达。还没有完，说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泉州城东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企业名称变更为泉州新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原股东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退出，新增复兴集团旗下烟台新义瑞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全资持股。也就是说，王老板不仅把万达卖给新华保险，其他人想买他也卖，他把泉州的万达卖给了复兴集团郭广昌。也就是王老板为了救命，他那个400多个万达广场随便卖，你看中哪一个你就来买，这都是为了保命。新浪财经又报道一个工人向房地产开发商讨薪这个事件，到了年底，员工讨薪，工人讨薪非常多说被曝喷水驱赶讨薪工人，厦门项羽集团账面资金已不足以覆盖短期借款，也就是暴雷。媒体报道，他说前2天立产军
关注到一则新闻，说是有网友爆料，在福建厦门项羽集团门口讨薪时，被集团工作人员用水枪驱赶，导致自己受伤。对此，涉事企业回应表示不知情，称会核实了解。马上就要过年了，这个农民工还有打工人都想拿到工资回家过年，但是就有人拖欠工资结不了账，忙忙碌碌一年到头，结果拿不到钱，那怎么回家过年？厦门项羽集团是上市公司厦门项羽的控股股东，也是厦门市首家实行资产经营一体化试点的国有企业集团，厦门国有15大集团之一。公开数据显示，截至到去年3季度末，集团合并口径下货币资金余额为458亿，但面对短期借款余额高达563亿，另有1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202亿，账面资金已不足以覆盖短期借款，还有与拖欠直接相关的应付款项。去年3季度末金额是424亿，相比2023年底的507亿有所下降，但仍明显高于2023年3季度末的411亿元。也就是说，面对短期它的账面资金没有办法覆盖它短期的负债，所以它的资金压力可想而知，大量到期的钱它付不了。说来说去，就是咱们救市救了3年，这些房企日子反而是越来越难过，根本原因就是韭菜不买房，对吧？你怎么救他？韭菜不掏钱，那你只能是把雷往后延缓。我看网上有人算了一笔账，他把这个主要的房地产行业企业的资产和负债都加了一遍。这个房地产行业总负债90万亿，其中欠上下游企业27万亿账款。这个90万亿这个房地产行业的负债，它的结构是预收个人房款占32%，上下游企业垫资占30%，银行开发贷款占14%，债券占9%，非标融资占8%，延迟交缴税费占7%。根据这个测算，整个90万亿的负债里面，个人房款是将近29万亿，就是预收韭菜买房的这个钱，韭菜从银行按揭贷款贷出来之后，不就给了开发商吗？这个钱一共是将近29万亿，上下游企业垫资27万亿，银行开发贷款13万亿，债券8万亿，非标融资7万亿，延迟交缴的税费6万亿。这是整个房地产企业、房地产行业的一个大账，其中大头是韭菜的按揭贷款，其次就是供应商的垫款，就是应付账款。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2025年应收账款就扛不住了？你看看房企欠了27万亿，这27万亿是谁的？下游供应商、承建商，他们一级一级的往下，这27万亿已经扛了几年了，2025年爆完全也很多人扛不住了。这是个债务链条，17万亿，开发商房子卖不掉，这27万亿他拿什么钱付？只有拖，你下游家底厚的还能拖2年，家底不厚的就爆了。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2%，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6%，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9.7亿平方米，下降12.9%，新建商品房销售额9.7万亿，下降17.1%。整个2024年，房地产销售面积下降13%左右，销售额下降17%。什么意思？就是不仅面积，对吧？房子卖的少了，而且房价还降了。在房价下降的情况下，销售面积还少了，那就是真的是卖不动啊。2023年房子一共卖了12万亿，现在只有9.7万亿。我们再看一个媒体报道，这个是江苏城市频道报道，他说父母出资购房，离婚后女方分得60万。2017年4月，江苏的曹先生与秦女士准备购买一套137万多元的商品房作为婚房，需要支付42万元的首付款，就是30%。曹先生父母先行支付了10万元的首付，两人登记结婚后，与置业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曹先生的父母又支付了剩余的32万元首付款，小两口随后办理了房屋不动产权证书，产权登记为两人共同所有。2022年2月，曹先生和秦女士感情破裂，决定离婚，房产已升值到200多万。为分割房产，两人对簿公堂，法院一审判决，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除去婚前曹先生父母支付的10万元外，其余应均分。曹先生不服，向2审法院提起上诉。法院认为，曹先生父母出资的42万首付款
其中10万元是曹先生婚前财产，综合双方对房产的贡献以及夫妻共同生活的情况，法院酌定该房屋归曹先生所有，折价补偿秦女士60万元。大家看视频，这个财产分割涉及到方方面面，非常复杂，这个也导致了很多年轻人恐婚。我记得上一期咱们有个节目里面介绍了，也是小两口准备结婚跟女方一起去看房，男方全款买了一套房1000多万，没有加女方的名，然后这个女方就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就在犹豫这个婚到底结还是不结。根据法院判决，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了，这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们再看今天晚上有人在传一个深圳写字楼2024年数据以及2025年的展望。根据这个戴德梁行研究部的数据认为，2025年深圳的租金会进一步下行。他说2024年4季度甲级写字楼租金和空置率的走势，深圳甲级写字楼迎来了11.9万平米的新增供应，总存量上升到837万平方米，新增需求疲软，租金继续下调，以吸引搬迁类需求。全市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环比下跌 2.2%， 至每平米169元。受新供应的影响，本季度空置率较上季度末上升 0.4个百分点，达到了 26.6%。 就是2024年第4季度，这个深圳的甲级写字楼不仅租金在下跌，而且空置率还在上升。2024年第4季度甲级写字楼租赁需求主要来自金融行业、TMT 以及专业服务业，租赁面积占比超 70%， 私募基金、财富管理、保险等领域租赁活动较为活跃，自动驾驶、云计算、数字化等领域企业及律所有较大面积租赁。此外，部分跨境相关广告营销、设计、物流类企业在低租金的窗口期升级到甲级写字楼。实际上，租写字楼越多的行业，也说明这个行业比较活跃。你比如说金融行业、TMT 这个私募基金、财富管理、自动驾驶、云计算、数字化，你看看这些都是当前还比较热门的行业，他们还在租写字楼。2025年计划投入使用的甲级写字楼超过170万平方米，腾讯、小米等企业的总部物业预计正式启用，庞大的新增供应叠加企业需求回流，将释放出大面积的存量空间，这将持续冲击市场信心，或导致租金进一步下行。总之，这个写字楼空置率越高，租金越低，越说明就业市场不容乐观。说到就业，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说，去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1%， 比上年下降 0.1%。1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5.3%， 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4.6%， 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调查失业率为 4.5%。 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 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49个小时，全年农民工总量29973万人，比上年增加220万人。这个城镇调查失业率 5.1%， 在我的印象里，这个数字非常稳定，一直。但是通过跟身边人交谈，通过观察，似乎身边失业的人越来越多，找不到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这个城镇调查失业率就是 5%， 主打一个稳定。失业率很稳定，但是韭菜越来越觉得自己没钱。统计部门说了，咱们可支配收入增长了 5.1%， 失业率也很稳定，但是韭菜天天叫唤没钱，你让他买房比要他的命还难，也不知道哪儿出了错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